好兴奋哦！是，而且他所带的第一首歌曲呢，也是非常非常的迷人。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二姐江蕙的歌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二姐江蕙是不是封麦了？对。对，她封麦了，我们就只能听到她听 CD 呀，听或者是看她所发行的什么祝福演唱会啊、对，金花水月啊，对啊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是得用不同的歌手诠释出他们有自己的味道，对，不同的好歌会有再更好的歌一直出来，同样的歌声，不同的歌声，同样的歌曲，不同的编曲模式，就会塑造出一种新的生命力。对，刚刚听铃铛姐说故事，那相当的也可以知道，在歌曲中啊，大家也可以听到他们自己的故事。是，那玉霞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好，现场所有的好朋友，张玉霞，谢谢。我的心很火热，